迎所有的好朋友到阵来收看。为山为水为民是，大家好，欢迎来转到咱全国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，上较有水准、上好看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林东来讲台语，世界通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次边蹦恰恰。耶！感谢。这做节目就是安尼，爱轻松，爱快乐。电视机头这边看了嘛快乐吼。当然，台语有偌水，这里水，台语有偌好听，这好听。台语一定要有台语文的专家特别介绍，知名度愈来愈高的陈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林龙，窈窕美丽精神爽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窈窕美丽吼，无唔对嘛。今仔日呢，我呢吼，先算讲真，要录影之前安尼真欢喜，嘛感觉真感动啦。哦，什么代志咧？到底什么原因咧？等等，陈年有鸟，低啦，喵，低啦，哦是低哦，低卡，低卡配面线啦，低卡低卡饭，饭，低卡饭，Q 啦哦，QQ，迄是 QQ 哦，迄是 QQ 哦 QQ ，Q 万载万载温温暖，面线等等，千年友情，低卡 QQ 万载温暖。哇！这是因为有一个在场的这位安尼厝内面的人送低卡面线来。哇！因为我今日出国去，无啦，今仔甲迄水温哦，爱甲透啦。水温啦。所以这是长长吼，安尼感觉是感动。这位摕低卡面线来，就是咱郑老师。应该啦。感谢你若无去沿这北落沙走。好，多谢，多谢，感谢老师。是啦，哎，来这位姑娘啊，你好。鹏哥你好。过去有见过面无？细汉的时阵，几岁？啊，就真的细汉的时阵，咱两有见过面？无啦，我拢看电视啦。细汉看电视看大汉。伊讲伊熟悉你啊，啊你无熟悉伊啦。有啦，一定定迄个为啥我不上讲？啊，恁都做戏，我逐工咧看你，你人都背着你我。啊，你嘛说？我人鼻腔较大腔哦。来，啊，你本节目是安尼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了。嘿，我叫做谢宝酸，自细汉就爱酸来酸去，叫宝酸呐。啊，我就演员嘛是模特。小等，嘿，你这个名吼，无伊讲伊做读写。加老师，谢宝加是要写咧加加宝酸加加就食，加啱啊，我嘛说食。这个写啊，第一声读到加，加那用咧其他用咧写写无共款。哦，写宝酸，假宝酸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假宝酸。假巴你有酸啊嘛？哦，假巴酸。这个名有真好呢。啊，免纳钱。哦，这名袂歹，袂歹，袂歹。啊，你讲你食什头路我袂记啊？我是演员，嘛是模特。所以你会有诶，我就惊迄种诶。哦，我唔是行迄种，我是做广告 model，就是因为我较矮啦，我无管啦。爱摆迄种主持人，淡瓜迄种诶。摆一个好无？哎呦，来今16连拍哦。16敢会伤济？16。哎呦，水哦。我讲，你个一个粗的，安尼，阮在介看到你骹的长度，还我佫摆着。脚足短啦。但唔对，佮你身躯比例有够长的啦。水哦。哎呦，水，这无简单的，这条件囡仔有够好。主线讲台语吗？
哎，帮款帮款。伫阿嬷厝内底会讲台语，啊，伫阮兜就是讲国语安尼。我资料有显示出来，讲你细汉时捌台语比赛冠军哦。嘿，我自细汉台语演讲比赛拢是冠军呢。来，徛出我靠，伊即摆都袂记迄，足细汉家的。己编。啊，今仔日来公共电视台参加为产为水为恁拢，即尾的心情来伊来，咱要唱即个幼儿选手，假波酸开始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今日呢就来公司参加为山为水为林咯。你看的。所以你是来办公司的。是啊。这个公司。公司。讲一摆无？哦，你我写你来念一遍就好。面线长长，千年友情，低卡 QQ， QQ 万载温暖。QQ。捌食过麻糍无？哦 QQ， 不是 QQ 是拜卡嘅。QQ。好，请会。有机会大家再来合作咯。好。啊，未请教你今年几岁？23岁。23岁，我少年呢，将来前途无可限量。对。你几岁？刚才你们啊，碰哥。恁祖嘛18岁。来，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，请你。哦，我的名我唔捌用台语讲过呢。水。哎呀，你名应该老师是不是叫老小一啊？晓哦，老晓一哦。春眠不觉晓，晓处处不啼啼鸟嘿，晓。老晓一，够歹了。晓听个怪怪。哎呀，害我平常时拢晓小可晓晓啦，晓啦，哎，是晓啦，是晓啦，老晓叶，晓一。但这有改过啊。我尾也改名，改老配提哦，这是配，那个充沛的沛沛。哦，派啦，派哦，老派提，老派提，老派提。你提哦，应该是。你看我自较早都演妈妈，拢演老的啦，演老派。你看，这人甲命有关系呢，咱个就食饱就酸啊，有无？名较好，名怎好拢是安尼。老派提。哦。伊妈妈姓孔子的孔兰芬。孔兰薰是毋叫孔兰芬？婚嘿对。孔兰芬小姐。嘿，唱歌界孔兰薰咧唱歌界大前辈。我妈妈是歌星。对。妈妈，恁老爸我会使讲无？老长明哦。老中明啊。中哦。长久的长，名爱读中嘛，对吧？老师你看手机啊吼，你查资料吼。老师，鱼头的婚哦，婚是咱食婚的婚，不过名应该读文音，所以我想讲要查看到底文音啥。你普通那种讲迄个婚食婚，对啦，所以是婚。啊，未查你就给我乱啊！无咱先来讲老。是需要做功课，嘛是碰哥，你个老师惊一手机太去啊！我来背，咱先来讲因老爸的名啦。因老爸是个名演员叫刘长明嘛，老中明爱读中嘛，但有无？迄个面线长长，这是白音。哦。啊，那文都爱读中，所以老中明是一个较早一个小生拖歌星，生这查囝这尔水你个。谢谢。哎呦，最近戏演未完吼。还好啦。伊较早免讲台语。对，因为我外省诶，听袂出来呢。我爸爸妈妈拢外省诶。两个老爸老母都免讲台语。讲就好呀。嘿，伊搬台语去，安尼搬开小小。听讲老师你查好啊？迄个婚吼，无文白音加一个婚尔，空兰婚。你的戏剧是足厉害，嘿，希望互你台顶安尼吼，来恁三位，互你自由发挥，你徛徛。我要创啊？这恁查囝，嘿，恁查囝去教着即款的，哎呦！伊安怎开始骂？泡死！哇！我是讲甲你泡死。不是啊，是嘛？恁兜的客厅嘛吼，恁兜客厅啊，因两个坐安尼点十里面，预备，听没啦？我平常时是安怎甲你讲的？你莫看伊无头长，就是讲伊足好呀的呢。唔是安尼秃头就有钱，唔是安尼呢。唔食鬼嘛是无头毛的呢。
我阿妈那个讲。你才几岁尔？无就问一下你几岁？好，免讲，看嘛，这比你足大汉大足侪岁，你这款你也背会落，唔是？这款你也背会落，你唔惊迄个我甲你告哦？好，免讲。你有想清楚无？想当年，我甲恁爸爸，我嘛是看伊无头无，我想讲伊就好呀，结果我嘛是唔对啊，这会遮歹命，你无行你妈妈这条路啦，知影无？叮咚叮咚，哎，有人叫无？哎，你好，还是你是不是老女厝是？嘿，这阮后生啦。哦，你较像妈妈吼。好代志，刚才说。拍婆，哇！今日要考台语，应该可能会较歹考啦，吼。咱今日要考的是这个文白音，讲上简单的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今年10， 35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叫做白音哦。啊，那文音呢？今年35、5、6、三塔是马该动词啊。你讲韩国语，来，你韩国该对位的。啊，起来后壁。啊，你今日心情安怎啊？礼拜有，礼拜有。啊，你今日心情安怎啊？你气氛좋아요。 啊，等下天食哪啊？嘿，天气淡薄仔热啦。两个会在，互你机会你啊？无机会啊！来，文白音就是一句话当中共迄字无共款的念法。好，唔通讲伤短的，找到 WiFi 的。哦，我吹了。来，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空中少爷，你鼻孔真大。空中少爷鼻孔真大。空是文音吗？空甲空鼻，空是鼻孔，鼻音唔是这个空字啊。唔是拢是空，空迄是空主讲的空，所以拢才这个空。嘿，爱用迄个空。哎跟着。 ，yes。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明天的天气真热。明天的天气真热。天甲天甲天，天甲天。毋过咱无讲明明天的天，啦咱是讲大概应该是讲明仔载，哦嘿，明仔但载。好贵啦。伊啊天甲天袂歹啊，即么足济，咱来我搞讲路清定啊。名啦。后记得要换，无差。我更够钱。这个真贵了。哦， OK，看咩啊？来，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我边仔的妇女是伊的新妇。妇妇女的妇是文音，新妇是白音，哎对，会使。哎，这样这搞啦。新妇你敢知面来写？新妇啊，新妇，啥子？你讲下？要安怎写你敢知？妇啊，不是媳妇，我唔是哦。是新哦，新妇的新哦，新妇哦，哦，新妇啊，老师对不对？这个语词为东调留到即嘛。哦，虽然台语嘛算一种语言的外化少安尼啦，保不背为古早东调你传到即嘛。也了解，老师为东调我开心嘛？原来老师是空师。了解。了解我啦，伊通过伊头讲到妇女吼，其实咱台有一个词叫妇人人，妇人啊，妇人人嘛是算文白音的，拢是人，啊一个人一个人，哎呦妇对哦人人，嘿，碎，来，能够学到啊吼。武林人。嘿，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伊是正港的正人君子。正港正港正人君子，所以我说文白音呐。啊，我讲你这个骨肉的身躯的肉是我生。什么？肉肉你这个骨肉，骨肉文音，骨肉肉是身白音，躯的肉但你讲这句代数怪怪的，你这个骨肉，你身躯的肉是我生，因为你是我的骨肉。怪怪。这个老母听起来足恐怖，在那边跳跳都嘿对，你倒流，你啊妈，你辛苦吧？你是我的骨肉，是啊你的爸我要甲你流，是啊，你把客你的规定你哦，会，足恐怖啊！我就一盘戏关系的。啊，歹势。还好，来，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煮地爱食破布子，煮地爱食破布子，哦，你查了有讲，地主爱食破布子，煮嘿，地主爱食破布子，是，你知什么？你知叫什么破布子无？食落咸咸。哎，叫破布子，嘿，捌食过吧吼？
煮什么？煮鱼啊。煮鱼啊，来啊，来！我说文白音啊，我讲高雄鸟情的环境是在鸟语花香，哦，这等哦，叫你讲鸟交情，鸟情鸟鸟松松啊，交情的风景回忆，鸟花鸟花香鸟语，鸟语伊是要甲读花香。直接读啦。花香鸟语啊，伊读文音啊。哎呀，花风鸟语啊，我紧安尼过啊啦，贵啊吼！因为高雄人知影嘛，叫鸟，是不是苏你已经入定是啊？一定啊，你所在啊别个飞去起点啊！你讲我对，想到一个真厉害的物件。我来请你哦，来哦，啊，你等我一下。大家拢困者，不，好来，我听你的哦，加油！来，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槟榔，照你讲嘅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因为是拢爱读文音啊。你这咁款的，这有做厉害你吗？想要讲两种讲法无这是啦？做病尔呢。啊，有一个人讲吼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哦，啊，我呐，有人讲你是少林，有人讲你是少林，安尼就好啊。相公，来相公。你得要毕业吧，不好紧。好来，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说不是，我讲海陵王爱玲乌龙茶，灵甲龙，玲海灵爱灵乌龙茶水来。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明仔来去庙来拜神明，明仔载新明，面啊，明哎明仔明仔载载新明，神明，会使哦。明仔载明嘛，无影明，啊新明无影明会使。嘿好，一个有老师讲会使就会使。哦，谢谢老师。我说文白音呐，天上信母是我的老母，喂，三有白讲，我听你咧转。三有白讲，庙母嘿，你上帝会使讲客母呢？嘿，哦，K，对啊，你一般拢会新明收做客囝嘛安。尼哦，歹势歹势，哦，天上信母是我的客母哎，对哦，恁老母你特懂啊，你早就封神啊。好好安尼，来，我说文白音呐，你爱尊重三顶堡的人啊，尊重三甲顶哦，中甲顶啊，哦，厉害厉害，你要尊重三顶堡的人。来，搁一个，哦，搁一个。啊，不是无啊，来做一遍呀咱做伙比较，你明天的手足冷的，你是大王星哟。恁两个来烦恼，无我一定坐倒等啊。没啦，这边我先来，我现在袂记你。即摆是卖袂是买啊卖卖我。来，来，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当阮囝中大成人，我要带去长江佚佗。灯中中等中甲长长啊，嘿，哦，你好只长哦。嘿，好，好，了解，长甲中吼。中甲中来，我说文白音呐。啊，我讲平安朱老师住伫阮兜隔壁。诶，这个有缘过呢猪甲大，我猪甲大无共你，猪甲大无共你。对个。啊，我呐，你头讲王星嘛，你讲林先生王星啊，喂，卖讲你哦，林先生王星哈，林我说文白音呐。啊，林晨是王星。老师，这你个人做呀，个人担。这你两个人温暖跟我无关系。好来，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有一个放上头讲我拍麻将就要放枪，好上棒哦，哦，厉害，啊，你是不是中国放枪嘛？对，你做主席呢？喊那咧，碰上头，棒棒枪，红甲棒，是。哎，我说文白音。我讲伊生日迄天的生活过甲真欢喜，生日哦，生甲生活。好啦，原谅你啦吼，要把就算咯。那个心好啦好啦，我说文白音呐。头食红衣的食品，安尼敢好食？
头食甲食，品食甲食，哦对对对对啊，食甲食，一个鼻音一个文合作过嘛，变成新的名词，假食。是，假嘿信，假食爱较注意的，哦，那假食。对啊，假信，做妈妈可能无共哈。对对对，好来，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算数的时阵，那数字爱看好真。哦，小甲数，小小是鼻音，数是文音。来，我刷起来，俗语讲了好。最近呢，咧季节伫咧变换，来看医生的人敢若较济哦。对啊，我真济拢是哦过敏啦，边啊吼啊流鼻水啦、拍骹唱啦，足严重的人愈来愈济。像迄张啊，安尼就差不多有100个来挂号啊。哦哟，对啊，天气一个啊冷，一个啊热哦，感冒人足济啦。是啊，嘿啊，我昨下班的时阵啊落大雨，啊今日上班的时阵啊热到要掉沙。哦，咱家己虽然讲咱做医生咧照顾病人的身体，咱家己身体也买顾好，是啦而且我都照顾病人，你讲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安尼来，有你。这个请者，这个请者。好好好，我去请。来来来，那个请你来哦，来看医生。哎这里弟弟爱叫，好好，哎，来，这个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巴肚足痛啊！都听啊。巴肚痛是安怎的痛？啊，都站的啊，哦，疼一个精神起来呢，哦，够疼的啦。昨暝有食着什么款的物件吗？啊，我早啊无食啥，我暗时哦，甲朋友去食暗顿啦。安尼佫无食啥？啉淡薄够食，淡薄敢袂是你食的物件无青，安尼互你巴肚疼？无可能，阮昨去食迄5星级的 buffet 呢，迄内底海鲜拢嘛足青的，若无青就照你上电视啊啦。你食白费，哎呀一定是吼食伤饱，啊胃肠咧无爽快安尼。有拄着。哎呀，伤紧啦，无伤紧我。嘛食一丝丝啊尔，啊，毋过阮朋友食足济，伊敢若虾啊，都食40-50只。哦，啊，佮食什物沙西米啦，吼，啊，什物情啊，吼，啊，佮有什物情啊是啥？你电精当精拢食落。红情啊，情啊，情嘛，心呐，情嘛，情嘛毋。是情啊。哎呦，情嘛啦，啊，佮有什物海产啦，好来，恁朋友食遮济，啊伊拢无代志，啊打你巴肚疼。无啊，伊拄则佮载我来。哦，安尼啊，啊，我知，你食啥？敢是吼，恁昨暗咧食物件的时阵，抬杠伤欢喜，哦，笑一个巴肚疼。我都无讲甲迄什么关系啊？无啊，定定拢有人讲啊，好，我笑到巴肚疼到要死。哦，你嘛拜托咧，人对你无爽快就咧练笑的。歹势，我这后晚医师我都较爱讲笑，比病人较轻松点的啦。对啦对啦。紧的啦，医生你爱紧甲我救啦，我就疼的，到底即马是安怎？紧的紧的，看麦看麦，来，啊你坐好好哦，就疼。好。哎，毋是啊，我知，不懂嘛，嗯，一规拢通落来，哦安尼哦，先听遮，听遮。这有声？有啦有啦，你相信医我医生啊，你医生，哦，歹势歹势。哦，你会使掀起，喂，喂，无啦，我会使救，不，哎呀，哎呦，安怎？医生，你这个态度，我感觉足紧张，到底是安怎？我的巴肚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不是做严重？你是不是做严重？你会使喊较细，医生会听，啊，你安尼我足紧张的咧。那伫家哭我连耳也咪去要错掉。到底是安怎啦？我看了我足紧张的是啦。安怎无？认真，别紧，你这爱手术，嗯，就是咯。爱手术，爱手术。哦，迄个牙医师啊嘿，你来看咱迄个要开刀房遐有啥物工位无？诶，3工了后啦，吼，拄好有一个通预约的时间啦。好，哎对，三工了啊，三工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无都等遐久啦，三工，我可能就往生去啊，搁3工。哦，这不要紧啦，你也放心吼，请恁的厝内底人吼来取消这个预约就好啊。我你来，你这人哪安尼讲话哈？你都莫讲话啦。卖讲。安尼啦，迄个注意嘛，嘿你甲迄个明仔早起我的会议取消掉嘿，啊，明仔早起替这老小姐开刀啦。哦，明仔载哦，啊你明仔载等我开啊啦，明仔载，我来准备，好，那我下去。哎，老小姐，啊，你会记得吼，今仔12点过了后，甲开刀进前，拢袂使啉水，也嘛袂使食物件，哦，知无？
爱扛棒，真紧就好势啊。确定哦。无代志啊，无代志。啊，多谢医生哦。安尼会使啊？我大家吼。说你说你，诶，啊，拢无问清楚，就要开刀，这医生嘛怪怪哦。伊足厉害，你免惊，安尼哦。真的，哦，谢谢哦真。的。后壁这个患者个后壁来后一个患者，请别来。好好，啊，这以后有通坐，坐落来。吃小食吼，嘿嘿嘿嘿。是都要无爽快啊。医生，那你这搞啦？我拢还袂讲，你就知我无爽快。你无啦，啊，你来医生馆一定对我无爽快啊，系啊，啊无你来才算的。你到底对伊无爽快？我最近就身体足无爽快啦。啊，毋过我有家己上网找一寡吼土方来搓。是怎么叫上网？你是你网中是安怎？网络啊，嘿咧，找一寡土方，家己有处理过啦。什么叫土方？土方变啊变嘿变迄袂使啦，迄身体无爽快，就要找医生。迄变唔好相信啦。对啊。我自细汉就阿嬷带大汉，阿嬷就讲，迄若破病看医生食药对身体无好，会有副作用啦。所以我细汉就无爽快，阮阿嬷就咧传迄病互我食啦。阿妈照顾孙拢安尼，有当时啊，家己要饲孙，无宝宝的，再个不有孙食，迄时讲家较烂安尼啦。这药啊食伤济副作用啦，所以咱这做医生的人吼，啊了解讲这用药真重要。医生我知啊，所以我即摆就来找你啊嘛。你做啊好来，你就因阿嬷的代志，我甲因阿嬷可能年纪较大，来，你也坐，好啊，甲你，好啊，甲你会安诊断者啦，吼。了解一下。啊，你的皮包吼，看好掉。歹势，阮医生年岁较大吼，血也无当时无稳定啦。我家己会控制。来，我认为问你阿嬷是细是安怎甲你教？我阿嬷就讲，迄盐水会当消毒啦，所以若破病的时阵吼，佮有喙破的时阵，早暗就要啉迄盐水，甲喙内底迄细菌拢杀互死啦。等，盐水做生的呢，啊你喙内有空喙，你搁安尼恶喙，我听了我感觉足疼的。啊，佮有我若是感冒哪有疼，我阿嬷就会传这啦。规箱的咧加盐沙士互我啉啦，我一工就照三顿啉啦。哈！哎呦，夭寿哦！你安尼照三顿啉吼，你感冒还袂好，你身变大口呆。哎呦，公公，你迄糖偌济，你敢知影？若无啊，我感冒若是有迄家扫的状况，阮阿嬷佫会煮迄啥物冰糖炖金蕉互我食呢。哎呦，没，迄伤甜啦，迄哪会生痰啦，烧啊严重哦。对。啊，我感冒最严重，若是庆龄瓜，我阿嬷就会煮。是啥物叫做庆龄麻辣瓜？火锅互我食。小等，啥物叫做庆龄瓜？庆龄瓜。无安尼讲话啦。庆龄瓜啊，无是饼干，饼干啊，阮细汉拢庆龄瓜，庆烟的庆饼干。啊会安怎？啊饼干。食迄麻辣火锅啦。哎呦！安尼遐个物件对你的腹肚无好，你腹肚会疼哦。啊，所以安尼你我了解啦，你知影是安那讲身体无爽快，就要找医生来对症落药嘛，对无？即摆知影啦，所以我就来找你啊嘛。你是食到做一日阿嬷互你的秘方。我即届就迄镜头较严重啦，就逐项拢甲食落啊啦。遐袂甜的全部拢食，也食麻辣火锅、冰糖、金蕉所以辛苦的，所以你即摆规个腹肚怎不算会了？就疼呢。哦，食歹腹肚安尼，问个信人家什物秘方有诶无诶啦，迄无啥物效果啦。我来听看卖哈。医生，即届我来。毋是，我来。我是啥人去参加国际会议？来，哦，恁两个。医生。这嘛有。你才很巧。医生。我来个，我敢袂使，迄落吼，好，气者吼。好，气者。哎呀，还好啦，无哈。我甲你讲，咱破病啊，真正都要找正科的医生。是啦，开药安尼好啊食，唔好亲像迄病有诶无诶吼，迄袂有效果，真正是青梅唔惊蛇。来，有第二句俗语，
请了。来来，伊个给他出来，请教一下讲嘢，我呢，看医生跟他讲吼，这叫做面对面的面诊啦，吼。恁阿嬷创一个有无？你食嘛吼？恁阿嬷有会从迄个啥嘛？迄个讲你喙头破盐啦，冰糖金一蕉定是安尼嘛，煞有袂使食来大颗啦。啊，无就煞事，甲你掺盐嘛，对嘛，我知啦，嘿啊。啊，晓没有？啊，晓没？巴肚会痛啦，嘿啦啊，有冰糖点金蕉嘛，糖那袂使啦。啊，你即个食着啥？拢食着无？拢食落来，拢食落来。乖，你巴肚会痛。来听一个，听一个。我，是我国际会议，你国际会议。你，我敢袂使？啊，袂使。我无讲啥，我敢袂使听一个。会使。医生唔知你想到安尼我医生较正派啦，无代志啦。咱这对若辛苦病的都要找这个正版的医生。对症落药吼，你唔好相信你的病有诶无安尼，迄无啥效果。你真正是吼，青棉的点点，拍破过来。来，老小姐有请，来，来，这位小姐开口别了，来。这位姑娘拢相信因阿嬷互伊避风啦，有诶无伊食甲饱肚会疼。应该是这款的行为啊，这款情形吼是尽量不可取啦吼。咱找正科医生讲咱对症落药，所以做这情形，第一句咱听着叫做青棉唔惊蛇，第二句叫做青棉点点。战争第一句请举手。所以我们两个，安尼阮去起。我们两个就孤单的。四个劲的是青棉唔惊蛇，什么意思？就倒啥物拢唔惊。就是迄蛇其实是足恐怖的物件，啊伊就拢看无，啊伊搁去所以就拢这种足恐怖的代志，安尼就是对伊袂无唔知影通惊的意思。唔知影通惊。啊，我袂歹哦。台湾国际会议嘛，拢派我去啊。你袂必要。恁认为一定经青棉的点点？对。来，老小姐，你意思是？因为青棉都无看的嘛，啊点点就无效嘛，就表示讲阿嬷这方法拢无效啊。合理哦。来，正确的答案，老师有请。一寡代志毋是工人想的遐尼简单。普通咱来讲吼，青棉唔惊穿，下狗唔惊冰，这头讲到一个重点。因为伊看无，青棉看蛇根本就唔知啊，所以伊安那就头阿阮阿讲的，唔知惊。所以拢现在有一个戆胆啦，所以青棉唔惊蛇，其实唔是正讲唔惊，是看无唔知惊，是一个戆胆。啊那青棉点灯就头老小姐讲的，真正无效啊。点灯是要互咱看有，根本又无需要迄个灯吼，就亲像阿婆啊抹粉，无效啦。啊，他碰医师讲就讲啊，后壁食这，毋过保酸袂歹，伊遐讲土方呢。因为即摆秘方啦吼，偏方迄拢是较华语术，正讲第一阵应该是土方。保酸会晓讲土方会厉害，所以比做讲阿嬷教人后壁食，其实是碰医师讲个啊，后壁食拢安那无效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青梅点灯无效啦。无两句拢了解吼，来拍破鼓励。这首影有趣味啦吼。王金顺老师所写的叫做《易经真术士》。老师在讲一讲例，可能就会知影。你看我读个准无？100。阿基引导易经真术。你嘛易经？拄啊是讲啥？易经啊，易经真术是马桶。马桶，恁兜物件叫马桶。马桶啊，马桶洗面座，拢是上新的设备，嘛有成型的液池。大家若要找阿基，要来找阿基，拢先活对易经去。哎呀，对。老师，麻烦你来一下好不好？刀是这个象形字。刀。这顶届碰过甲咱教过。引导，阮刀，术士真正是这两字啊。对，术士，咱这术是文音嘛。啊，伊这术士是一种顺序意思嘛，还是？所以是先有音，后尾要找字来。找字啦，所以有音无字，即摆个倒字。对。术士好，洗面座，大概找阿基，活对易
经去，就是讲去因兜呢，拢无碰嘢无要坐啊，你要会经去啉茶。啊，你知影什么叫阿基无？我无了解，所以请你来。就你头讲的重点啊，你去人兜无去客厅坐，所以绝对会经去，实有够奇怪，哦，足奇怪，所以这叫阿基。所以这唔是人名吗？应该是调故意甲配合啦，无现在无爱叫阿鹏，无爱叫阿朱，爱叫阿基。有。哎，就迄是讲伊这行为足奇怪，所以王金选老师写的诗拢真趣味，就是安尼。谢谢老师，感谢。所以恁兜会经都爱这设备吼，臭屁啊，人可以来恁兜，来阮兜会经较济济的吼。马桶咁棒棒的。到地啦。来，请大家站起来。做伙来阿基一个，嗨，老师听了，预备。阿基阿基，因兜会经真舒适，马桶洗面座拢是上新的设备，嘛有新型的浴池，大家若来找阿基，拢生活水会经起。谢谢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后回请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恁路》。